既是同门出手阻拦，本仙主就给玉儿留个面子。要想杀你们几个小角色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去吧，把这里弄得越乱越好。青云，你的少女情怀是不是该收敛一下了？先是喜欢大师兄，接着又喜欢丁颖，心猿意马，见异思迁，你也不害臊啊！师姐，你可以看我不顺眼，可是你不可以伤害丁大哥。还有你，跟那个妖女勾勾搭搭，没本事当掌门就给自己找退路了是吧？今天我就代表我爹清理门户。少废话，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我看戏也看得差不多了，留你们几个的命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哪儿来的美女姐姐？姿色倒是可以，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先走一步，快醒醒！不要再受魔宗妖人蛊惑！师姐，大师兄，青云，青云，青云！飞鹰，大师兄，多谢前辈相救。世人间有心魔，难免会被人利用，几位不用介怀。一仙前辈，你怎么了？您受伤了？啊，方才用力过度，不碍事。丁颖和玉无心呢？丁颖带着玉姑娘逃上山了，好像是往谪仙潭的方向。他们是为了乌风草而去的。为什么看到你痛苦，我会难受？幸亏我一路跟踪你们，不然我还真想不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。土妹，
你我一同为宗主效命，我可以拿赤魂石和你一起回去给宗主复命。带赤魂石回去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你想杀我？对，因为每一次看到你，都会想起你娘那个贱女人在提醒我，就算她死，也会占据紧我的心。你杀了我，就不怕我爹杀了你吗？我自会禀报。我们的大小姐为了取出赤魂石，结果牺牲了。来者何人？坏我好事！没时间跟你废话。好吧，想死就一起死吧！现在没有人碍事了，乖乖的把赤魂石交给我吧。到了，小宝感受到了魔气。要的无风草，知道这儿为什么叫谪仙潭吗？因为这里是万年巨蟒聚首的地方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活着出去。你们想要的乌风草，就是巨蟒的蛇信。
草，这是夏草用他的性命换来的。夏草本就是百草仙人座下一株草药所化，精元耗尽，如今变成一颗草种子留在这里，也算是归宿了。丁大哥，你别这样！我要去救玉姑娘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那妖女？清醒一点吧！要不是她挑拨离间，我们又不至于如此狼狈。她是为了救我才会变成这样的，你们让开！他刚刚消耗过度，现在神志不清，恐怕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我们先把他和无风草一起带回蜀山再说。怎么又是你？幸亏悬崖下有着藤蔓挡着，我们俩才能保住性命。你不是也受伤了吗？不碍事。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谪仙塔？这也许就是我跟你之间的缘分吧。哼，我不是3岁小孩子。别用什么缘分之说来刻意掩饰你制造的巧合。你上次贸然出现阻止我抓丁影，这次又忽然出现救我，还胡乱给我什么解药，害得我……那个药，你吃过了？说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没有任何企图，我也不属于任何宗派。我只是不想看见你受伤。哼，你还真是好心肠的菩萨呀！既然你不愿意说真话，那我们之间便没什么好说。告辞。你身上新伤叠旧伤，若是不好好治疗，以后会落下病根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娘要是看到你这样，心里会多疼啊！你在这儿好好等着，药马上就好了，听话啊。救我，青云！校长，救我！校长，快去救受伤的人。好，去。哎呀，哎呀，闷死我了！小心啊！
这个密林地势复杂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说的也是，不知道这个妖人又要搞什么鬼。穷寇莫追，刚刚有很多人受伤，我们还是先回去照顾他们吧。各位少侠，你们帮助了我和慧儿和其他乡亲能与家人重逢，是我们玉水镇的大恩人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来，来，来坐坐。慧儿多谢几位少侠的救命之恩，但是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们个个武艺高强，侠义心肠，我想请你们留在玉水镇，彻底铲除了马元龙这个祸害。慧儿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们也会留下来的，彻底铲除马元龙再走。对，马元龙受伤不轻，现在正是铲除他的最好时机。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后山地貌奇特，毒虫毒草众多，而且马元龙住的地方更是神秘莫测，我之前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，你们又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可以带路。慧儿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天一哥，马元龙就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总有一天他还会回来的。蜀山的几位少侠不可能一辈子留在玉水镇，等他们走后，马元龙的报复恐怕会更加严重，到时候玉水镇还能好吗？那我带你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地方。可是我的家人，你的朋友，他们要怎么办？是留在玉水镇一辈子心惊胆战，还是你带着大家一起远走高飞？可是，慧儿，天一哥，马元龙是一定要除的。好吧，我陪你一起去，至少我能保护你。林兄弟，咱们兄弟一场，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等一切安排好，我们陪你一起上山。大当家的，这次咱们收获可不小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令这么有钱，这些银两足够那些灾民吃鹰面的饱饭了。这些贪官污吏就为了敛财，他们栽到我马元龙手里，哼，算他们倒霉。世行百炼乃天地精华之灵珠，得就长生不老，永世长生。不会输，我要长生不老，长生不老！当初被马元龙抓上山时，我虽然被蒙着眼睛，但是一路上都闻到了各种花香植被的味道。我从小对花香特别敏感，只要能让我再走一次山路的话，我一定能够找到他老巢的所在。想不到慧儿姑娘还有这样的本事啊，一点都不比我师父逊色。慧儿家是制香出身，从小闻惯了花香，所以才会了如指掌。哦，我闻到了一点地梅的味道，应该是折向了那边。丁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到了天龙寨，我体内赤魂石总是翻腾不已，我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给压制住。怎么了？
好些了吗？谢谢大师兄，对不起，害大家担心了。小宝，怎么样？小宝感受到了魔气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昨天马元龙使用的那颗灵珠，应该有操纵金石木火的能力。如果再让他继续操控下去，那恐怕山上这一切都会成为他的武器了。好好保护慧儿，他是唯一知道马元龙巢穴的人。走。好。大师兄，保护慧儿，继续带路。好。慧儿，当时你们就被关在这里面吗？就是这里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再让他接近你。这不是马元龙的老巢吗？可他人在哪儿？他能用灵珠操控，说明他一定就在附近。没错，你们居然还找到这里来，正好让我送你们上西天。呀！你小心！丁大哥小心！我们不可以再这样耗下去了，还不如跟他一起拼了！必须找出他的真身，击破赤星百年珠才能摧毁他。说的简单，我们要怎么找到他的真身啊？我早就把灵珠和自己炼化为一体，我就是灵珠，灵珠就是我，整座山都是我的千军万马，你们只是蝼蚁！哈哈哈哈哈！都得死！你个贱人，知道我在哪儿？你们都得死！大师兄，子英，把小宝放出来。好呀！小宝，看你的了，去！没事吧？丁大哥！丁大哥！就算你今天杀了我，以后你也会和我一样，变成一个魔头的。丁大哥！林
大哥，丁兄弟，你们看，丁大哥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办？你们快点想想办法呀！丁大哥，也许他刚刚受到了太大的冲击，内力衰竭，现在我都感受不到他的脉搏。不可以，我不可以让他死，我不可以让他死！青云，你快点醒醒啊！快点醒醒啊，丁大哥！丁大哥，你不能死啊！丁大哥，你醒了！丁大哥，来，丁大哥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哭了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刚才我在昏迷的时候，听到耳边有人在哭，一直拉我回来。你又救了我一次。丁大哥，马元龙呢？他在哪儿？小张，百草师叔给你的竹筒呢？哦，在这儿。打开它。这就是马元龙。是。他的肉身被我的赤魂石毁了，这是他的元神。你看看你手上的那只蝎子还在不在了？真的不见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以后不用再受马元龙的威胁了。我们会把这个元神送回蜀山，请师傅把他镇压在伏魔谷，到时候玉水镇就不会受他的迫害了。别再哭了，没事了。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有没有头疼啊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啊！哎呀，行了，青云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让丁大哥好好休息一下。一会儿啊，我再帮他看啊。哦。青云啊，刚才我已经运功，行了一遍我的穴位，一路畅通，没有什么大碍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对了，丁大哥。我以前呢感受到你的内力，那个时候有赤魂石护体，你内力虽然很强，但是戾气太重，只要运行一次，就对穴位是一种伤害。刚刚我也检查了，我觉得这股戾气好像和缓了很多。我有这种感觉，好像整个身体被净化了一样。以前总是被赤魂石控制心神，而现在，他终于肯听我的了。炼化，一定是掌门说的炼化。但我也担心，怕有天控制不了他。怎么会呢？只要你有颗铲除妖魔的正义之心，赤魂石感受到你的心智，就会被你净化的。这样下去，说不定你真的可以炼化赤魂石啊！希望如此。那这是件好事啊！来，丁大哥，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上药。我来吧。哎，等一等，丁大哥身上、手上、腿上、屁股上全是伤。哎，你来。那你帮他吧，我先走了。喂，还是你来吧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。真是的，跑什么呀？脸上有东西啊？没有啊。无赖。我就是无赖。我要是不玩无赖的话，那青云肯定在这儿替你上药了。还有啊。青云在这儿唠叨个没完没了，你受得了啊？你受得了，我都受不了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，青云对你那真的是没得说啊。
你在河边昏迷的时候，青云对你替你赌气呀，什么矜持啊、名节啊，全都不要了。一个女孩对你做成这样，真的不容易，全天下都找不到像青云对你这么好的女孩了。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心里很烦，好不好？哦，你是不是心里……我真的就想不明白了。你说放着青云这么好的姑娘不要，偏偏就要想着那个……你好自为之吧，总有你后悔的一天。哼，自己上药。青云，啊，你是不是又去看电影了呀？丁大哥才刚脱离危险，身体又很虚弱，小张正在帮他。我不是担心他，我是担心你呀。我怎么了？今天在河边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就给他赌气。当时大师兄还有张宪炳都在，就算是赌也得他们赌啊，怎么能轮到你呢？你以后要注意一点，你是女孩子啊，名节对你很重要的。那换成是大师兄，你肯让小张或是丁大哥去赌气吗？我跟大师兄的关系跟你和他不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不都是男女授受不亲吗？师姐，我不骗你，我当时真的以为丁大哥快要死了，我根本都不记得师父说过些什么，我也顾不了什么应该不应该的。那个时候，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我肯定不可以让他死，所以我才那个。哎呀，你呀，真是个傻丫头。我是担心你啊，你还是要小心那个丁颖，毕竟他跟魔宗妖女不清不楚的，万一你要是被骗了，还真是有苦说不出呢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你自己想想吧，我先走了啊。能够亲到丁大哥，应该是我占了便宜才对。慧儿姑娘，你今天真的特别美，我青云真的很羡慕你。青云，其实你对丁大哥的心意，明白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。你为什么不对他表达你的情意啊？曾经有一次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丁大哥了。有天晚上，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向他去表白，可是阴差阳错之下，他却什么也没有听见。自此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去跟他提起。你可以再跟他说一遍啊，为什么就这样放弃了？我怕，可能这是老天爷冥冥中要告诉我，我和丁大哥之间没有缘分。我硬去强求的话，反而跟他的距离会越来越远。所以这些话，我宁愿藏在心里面，不去告诉他。这样的话，我还可以以朋友之名留在他的身边，陪着他，照顾他，看他一切安好。那这样憋在心里，不是很难受吗？我并不觉得难受。这个世上，总有些路要自己一个人走，有些关口要自己一个人去过。我不怕辛苦，我周青云本来就不是一个贪心的女人啊。能够陪在他身边，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。青云，你真的……
丁大哥，有句话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其实，青云是个好姑娘，她……这些我都知道。她是个好姑娘，所以我才不想辜负她。我听小张兄弟说过，你曾经也有一位心爱的姑娘，可是后来，过去的事情不提也罢。子英，小宝已经回去了吗？对啊，我让他带着马元龙的元神还有信，先回蜀山去了。那就好。大师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下山来这么久，我第一次见你这么开心。不生我的气了？生啊，当然还生了。傻瓜，我看你那么拼命的救我，哪还有气生啊？我只是感觉到和以前有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在蜀山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苦修和练武是人生最大的目标，唯一的想法就是使自己的武功变得更强。这次下山可不一样，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用自己的武功去帮助别人，我感觉很充实，很快乐，很有成就感。我也很为你高兴，大师兄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当上蜀山掌门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，还可以在天下一展你的宏图。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，我还能够站在你的身边陪你，可以吗？各位少侠，来，你们继续喝，我到旁边静一下。行，不要喝多了啊！哎，喝好啊！来，喝，再来点，一会儿再丁喝。之前我不太喜欢你，但这一次，我真心感谢你救了我们。以前是我多有得罪，今天我跟你道歉。这杯酒我敬你。哎，神仙姐姐，你已经喝了很多了，不能再喝了，我帮你喝。我替你喝。丁大哥，来。来，继续喝啊！小张兄弟，你怎么了？张大哥，你是不是对紫英姑娘有意思啊？张大哥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就帮你把紫英姑娘追到手。对，谢谢兄弟们的好意。我张宪炳自己喜欢的女人，我一定会自己把她追到手。张大哥，你真男人，既替我们解了蝎毒，又救了我们山寨，不如你当我们的大当家吧。大当家？对呀，小张兄弟，你看，马元龙一死，山寨的兄弟群龙无首，你的本事又这么大，兄弟们又拥护你，你就答应我们兄弟，
做我们的大当家吧。大当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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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当家。好，那从今以后，只要我张宪炳有吃的，肯定饿不了你们。太好了，走走，喝酒去，走，喝酒，走，喝酒。禀宗主，我们似乎来晚了一步，丁隐等人已经离开，而且不知去向。老天甚是公平，让丁隐逃了，却又给了我意外的惊喜。宗主，这是什么？血印刀。恭喜宗主得到法宝。血影刀和赤魂石相生相克，有了这把血影刀，赤魂石就逃不了喽。真的找到素英了？哎，是啊，掌门。不过他行踪难定，一直也找不到他确切的落脚点。但是，每月的15、16两日，他一定会去山州医馆治病救人。太好了，掌门，你真的决定去见他了？一切虽是过眼云烟，但是我对他仍是满心的愧疚。既然他还活着，便是化解一切仇恨的关键。于情于理，我都要去找他。可有件事情我始终觉得奇怪，你说当年素英和绿袍同时坠下山崖，那如果他没死，绿袍他没有理由不知道啊。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奇怪。当日太原湖一战，绿袍一心想要报仇，也不知道中间到底是什么误会。或许应该去问问涂妹，她是绿袍身边的人，对素英的情况应该是有所了解。说得有理。这伏魔山乃是我蜀山圣地，自古以来便凝聚寒冰之气。任何猖狂的妖法到了这里，都如脱水之鱼，绝无生存余地。你如果能在这儿静心忏悔，或许能脱胎换骨，对你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一件事情，那绿袍尊者返回中原有多久了？
图妹，虽然自古以来正邪不两立，但是这面对面交谈的礼节，你应该还是懂的吧？小毒！抱歉，掌门，是我能力不及，没能阻止绿袍。该说道歉的应该是我，我居然让他毫无阻力地重上蜀山，又大摇大摆地离开，是我这个做掌门的太疏忽了。掌门，你也不必自责。绿袍对我们蜀山剑阵了如指掌，我们是防不胜防。现在看来，那苏阳果真是个替死鬼。当日在凌云峰大殿，那土妹反咬苏阳之时，我看到苏阳的反应，只有7分可信。可惜证据确凿，我们没有机会调查清楚，便又横生祸端。现在，图妹又被绿袍救走，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不过，无我师弟已经带苏阳遗骨下山，想必暂时是不会再回来。我们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敌暗我明，比起那绿袍在明处叫嚣，这内奸才是我们蜀山更大的考验。小宝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们几个果然不负众望。信上怎么说？他们收服了祸害百姓的妖人马元龙，已经将元神封住，带回了收于伏魔谷。那就太好了。只是本来我想让丁隐他们藏匿行踪，不被魔宗的人发现。现在看来，这个秘密恐怕是守不住了。我会提醒他们多加注意的。这个内奸就如鱼刺梗在喉咙之中，若一日不拔除，我整个蜀山便会人心惶惶，无法安宁。自从我失忆之后，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无依无靠，无所适从。但在我的梦境里，不断出现一张脸，就是这张脸，一点一点的在我这张白纸上留下印记。原来你从来都没有改变，我还以为你会改变，可如今依然来杀我。
果然是无心不齐。够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。娘，女儿好想您告诉我能怎么做。宗主，属下已经派出教众四处打听丁隐的消息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所收获了。宗主，既然南明离火箭已经拿到，不如我们先禀报大哥，到时再请他助你一臂之力，赤魂石还不是垂手可得？如果你真的想帮我，就暂时不要告诉你大哥。我不希望图霸来搅局。可是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决定要做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我。你们继续加派人手，搜寻丁隐的下落，尽快告诉我他的行踪。是。诸葛玉我已经起了疑心，这次丁隐去了哪里，连山中人都不知道。要找出他的去向，恐怕不容易。天下再大，他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有人似乎也对丁隐的去向很有兴趣啊。爹，你回来了。休养的如何？爹，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再抓丁隐了？放肆！我也不知道。自从他在莽苍山坠崖以后，就生死不明。公孙师叔说已经派人去搜寻了，至今也没有结果。大师兄，那他会不会被魔宗的人抓走了？不像。魔宗至今还没有什么动静。如果他们真的抓了丁隐，不会像现在这么平静。哎，那掌门是什么态度啊？这个时候他应该出来主持大局啊。说来也许你不信，回山这几天，我压根儿就没有见到我师父。你们呢？我们也没有见过掌门，所有的话都是公孙师叔代传的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不妥？赤魂石和丁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掌门不可能不闻不问。师父他会不会有什么事？不可能，掌门他武功盖世，不会有事的。不过大师兄，现在蜀山弟子情绪不稳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平复下来。掌门如果不肯出面的话，这样的平静也维持不了多久。大师兄，我觉得你应该尽快和掌门见个面，越快越好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有点累了。我先回去休息一下啊。还好，撑得住。
青云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你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对剑法有这么大的反应？我们去找师傅，让他帮你看一下。哎，等等，青云，不要告诉师傅，紫影剑原本就是降魔之物，难以驾驭是正常的。我之前在山下受过伤，现在只是旧伤复发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你身体都这样了，还说不要紧？我去找师傅。青云，你要是告诉别人的话，就是害了我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咱们初学剑法，遇到问题是很正常的，你又何必逞强呢？如果你跟师傅明说，他一定不会怪你的。青云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蜀山上，有数千弟子，想要练紫影剑的人有多少？我能有这个机会，完全是因为我是掌门的女儿。如果我不能练剑的消息传出去的话，马上就会有其他的弟子来补上。紫影剑是我找到的，我不能让它落在别人的手上啊！你平时也不是这么急功近利的人，为什么这次要这么拼命呢？我必须这么做。如果没有紫影剑的话，不但我爹和师父会失望，在大师兄心里还会有我的位置吗？大师兄是在乎你的人，他才不会在乎身外之物呢。那是之前，现在我们两个都不一样了。从前，他对我的诸多要求都会满足，就希望有朝一日他能配得上我。可是现在呢？我们两个正好反过来了。他是带回3把神剑的蜀山大英雄，我却是跟小庄有过纠缠的女人。如果再没有紫影剑主这点价值的话，我怎么能配得上他？你怎么这么傻呢？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不应该计较这些的。没事了，我相信大师兄的心里还是有我的位置的。而且现在回到了蜀山，我还是掌门的女儿。我想，只要有这个身份在，大师兄就不会弃我们多年的情分不顾的。青云，你跟我一向感情最好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保密。我只要休息一下，身体恢复了，就能继续练剑的。青云，那好吧，我答应你不告诉师傅，也不能告诉别人。这件事情只能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。青云，师姐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，这一次就当我求你好不好？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，我一定都答应你。你答应我，你要好好休养。如果身体再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千万不要隐瞒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我答应你。青云，谢谢你。蜀山只有你对我最好。师姐，我扶你过去休息吧。那你就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我体内的真气已经不纯，如果身体状况再恶化下去，别说是双剑合璧，恐怕连握剑都难。不行，
必须双管齐下，除了练剑之外，还得让爹开口。只要爹同意，大师兄绝不敢违背爹的意思。让开，我要进去。掌门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我是掌门之女，别人不可以，我总可以吧？公孙长老说过，不得任何人打扰。师姐，如果你再往前一步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好啊，那你试试。子英，走。我。你弄疼我了，大师兄。子英，那个师弟也是奉了师叔的命令，你不能怪他。眼下我们只能耐心等待。我等不了了。你找师傅有什么事情，我也许可以帮你处理。是我们俩婚约的事情啊，我等不了了。大师兄，反正神剑已经到手了，我想求爹早点定下我们2个人的婚事。我要早些跟你成婚，尽快做你的妻子，你说好不好啊？魔宗未出，现在还不是谈儿女私情的时候，还是等师傅出关再说吧。师兄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。我就送你到这儿，你好好休息。哎，大师兄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你终于来了。百草师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少跟我套近乎！我今天到栖霞峰就是来问问你，我那徒弟张宪炳究竟是怎么死的？百草师叔，小张的事情我已经向公孙师叔禀告过了，他是出了意外才会被老虎攻击的，和子英并无关系。我告诉你啊，少给他打掩护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闭嘴！我那徒弟张宪炳虽然入我门下没有几天，好歹他也教过我几成师傅，是我亲自收的徒弟。跟你们几个人下山，不明不白就这么死了。他武功再差，好歹也带了一身毒药，普通的野兽根本进不了他的身，怎么可能被几只老虎给弄死？百草师叔，他的确是受了重伤才会被老虎攻击的。重伤？笑话！我给他的保命灵符里有一颗神药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救得过来。他怕受什么重伤？这道灵符是师叔您给小张的。这灵符怎么在你这儿？这里面的神药呢？这灵符是小张送给了子英，里面的药被紫影剑的剑灵取走了。他既然送给你，你为什么不给他吃啊？啊？难道你让他一个人对付老虎吗？我，师叔息怒，全部都是弟子的错，可以了吧？师叔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这件事关乎师姐的声誉，请师叔不要再逼师姐了。百草师叔，求您放过子英吧。糊涂蛋呐，糊涂蛋！张宪炳他什么都好，就是眼神不好。你说他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呢？啊，除了脸蛋长得好看以外，对张宪炳不闻不问。可张宪炳的好，啊，跟着了魔似的，对你百依百顺。我早就劝过他，可他根本就不听，结果怎么样？还是毁在他的手里了。小张啊，不要理会这样的女人了。回百草峰，师傅给你烧纸钱。我百草是不会亏待自己徒弟的，就算走，咱也走得风风光光。哼！子英，子英。哎呀，师叔，你快看看师姐吧，她好像不太舒服啊。我不看。快点啊！
没事，我就是有点旧伤，不用治的。不治就不治，死了正好，下去给张宪炳作伴儿。哼！师叔，这钟声，丁大哥，一定是丁大哥回来了。我们去看看吧。哼，你身体没事吧？那我们去看看，是不是丁乙回来了？弟子拜见三位长老。回来就好，无需太多礼节。我在莽苍山耽误了一些功夫，让大家担心了。听说你被丹臣子误伤跌落山崖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是被一名猎户所救，幸而才保住了性命。我体内的赤魂石也安然无恙。那你怎么不早点通知我们，我们也好去接你？第一，因为我身受重伤，无法自由行动。第二，因为我要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。这个任务是掌门交代给我的，我只能亲自告知掌门。师兄正在闭关，修复天域的封印，他关照了，有任何事情跟我说就可以了。这把刀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此刀与我体内的赤魂石相互呼应。掌门吩咐我秘密下山寻找此刀。现在我已经任务完成。怎么没听掌门师兄说过呢？掌门师兄恐怕是担心知道的人太多，再生意外吧。此血影刀十分珍贵，掌门师兄一定是怕魔宗的人知道消息，所以才如此低调行事，连我们几个都瞒着。既然这把刀如此珍贵，那你是怎么得到的？师叔，请恕我现在还不能说。为什么？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玄机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掌门吩咐过我，只向他一个人汇报。如果我得到他的同意，我会把这把刀的来历告知给各位的。也罢，既然掌门这么吩咐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师弟，丁宁已经回来了，我看不如让他去见掌门师兄。不，掌门现在正在闭关，如果贸然打扰，令他走火入魔，那如何是好？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这把血影刀该如何保存？此刀和赤魂石渊源极深，我看还是暂时保存在丁颖身边比较妥当。好，那就听师姐的吩咐吧。多谢师父师叔。丁隐呐，正事啊你也办完了，赶紧陪你师父回栖霞峰，看看那帮等着你的师姐师妹们吧。是。都等了大半天了，他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嘿，青云，这次和丁颖下山朝夕相处，两情相悦了吧？哎，要不给你一点师傅的药，让你直接飞进那个大殿偷听算了。你这个小东西，整天胡说八道的。我也担心丁颖，难不成你要说我跟他也两情相悦吗？是啊，我就是觉得丁大哥一路上受到的委屈和困难太多了，而且他又受这么重的伤，我只是担心他的身体而已啊。你们都不知道啊，丁大哥一路上有多威风呢！他先是在天龙寨打败了一帮马贼，又在陶然居破了大荒八魔的妖法，还在武当山灭了天域妖人的八卦阵呢。可真给蜀山的弟子长脸了。这么厉害啊！去吧，他已经担心你很久了，让他高兴高兴。后来丁大哥还带我们去了青虫山，想把渔明娘的神木剑修好。所以呢，哎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丁大哥，
嘿嘿，刚刚还口沫横飞，像个说书人似的，怎么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？丁大哥，你平安回来就好了。你丁大哥命大，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我就知道你会在蜀山等我。丁爷，莽苍山的事情，对不起。那个时候你被剑灵附身，不必自责。看到你平安无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希望你原谅我当时弃你而去。这事关蜀山的命运，就算再痛苦，也必须学会牺牲。我不会怪你，一起为蜀山而战。嗯。丁乙，现在没有外人，你可以实话告诉为师，这血影刀你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我知道是瞒不过师傅的。当日我身受重伤，辗转深入了魔宗的血池，才能侥幸得到血影刀。这血影刀果然是在阴风谷。绿袍为了夺取赤魂石，真的是处心积虑啊！别人不问，不代表不怀疑。魔宗高手如云，你当时又被丹臣子所伤，仅凭你一人之力，你是如何带着血影刀完璧归来？师父猜的没错，我能够安然无恙地逃出来，全靠一个朋友的帮忙。你说的那位朋友，可是在剑灵夺取南明里火箭的玉姑娘？不瞒师父，正是玉姑娘的帮忙。如果没有她的帮忙，我恐怕也没命活到今天。素英师妹悲天悯人，生性慈悲。这位玉姑娘，果真还是没有辜负她娘的期望啊。玉姑娘说，早已厌倦魔宗的所作所为，她想把魔宗引回正途。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绿袍和蜀山之间积怨太深，恐怕就是血脉至亲，也无法让她回心转意。玉儿说过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就会有奇迹。既然她愿意去赌绿袍，还存有一丝善念，我愿意相信她。也许奇迹真的会存在。为师明白了，你这一路也辛苦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师父，人人都说正邪不两立，我这样跟魔宗的人交好，您不会怪我？你处处都为蜀山着想，为师又怎么会怪你呢？你叫我一声师父，若是我都不能够信任你的话，那这世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？况且，你跟玉姑娘能够摒弃门派之见走到一起，为师我又如何忍心拆散呢？师父对徒儿的恩情，丁乙永世难忘。好了，如今你身怀赤魂石，又取得血影刀，整个武林都对你虎视眈眈，以后出门要更加谨慎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放心吧，他没有对我做什么，他对我还是像从前一样。那就好。乌龟，对不起。
都是我连累了你。我听说，爹在你身上的重穴都打了银针，是不是很疼啊？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乌鬼！不疼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疼。我就是想叫得大声一点，这样宗主才不会那么生气。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我放心不下丁颖。果然是父女同心，别以为就只有你会写信。我也写了一封信给蜀山，不过那不算是信，那是战书。这次血影刀被偷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已经通知了蜀山，把丁颖和血影刀交出来，否则我阴风谷将铲平蜀山，绝不留情。爹，你真以为背负着仇恨和别人斗一辈子，娘就会回来吗？给我闭嘴！爹，我曾经以为自己在你心里或许还有一点分量，看来这是我的错觉。父女情分在您心里也不过如此。您真的爱过女儿吗？把她带走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。玉儿，我这也都是为了你娘。你不是说过想要一家团圆的吗？你爱了娘那么久，却还是不明白她的心。所以，这样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？我执着了一生，就为了能够跟你重新相守，可是却换来了玉儿的恨。这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宗主，五鬼天王带到。在牢里待的这几天，你可有所悟？宗主心疼我了，难怪
你让玉儿下来陪我，我在下面待的都不想上来了。少跟我在那儿耍嘴皮子。你知道九毒是怎么死的吗？因为他也背叛了宗主。九毒虽然一脸的苦瓜相，傻不愣当的，但他至少对宗主的心还是真的吧。所以我给了他一个痛快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接下来的日子只会生不如死。宗主今天把我带出来，就是为了恐吓我的吗？我现在虽然很惨，可是宗主你也好过不到哪儿去吧？至少我还有玉儿陪我说说话，啊，关心我。宗主，你身边还有谁呀？你说，孤独可比疼痛可怕多了。宗主走到今天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后悔吗？哼，我宁可选择一个人，也不要身边有虚情假意的叛徒。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屠妹难道对你有假？九毒对你的效忠难道有假？是你自己一心执念，一步一步将他们推开的。就连你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也对你恨之入骨。闭嘴！不就是报个仇吗？用得着弄得这样众叛亲离吗？就算大仇已报，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你而去，最后连分享快乐、分享喜悦的人都没有，有意思吗？敢这样跟我说话，你胆子不小。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活下去。那简单，不过可惜还没到死的时候。是，我是众叛亲离，我是孤家寡人，那又如何？当初我既然选择了逆天而行，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只要能够达成我的目的，我绝不后悔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要帮我做一件事。你还能相信我？你一定不会后悔。阴风谷即将迎来与蜀山的决战，只要你肯出手，事成之后，玉儿就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。我相信你会好好照顾她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杀了屠妹，我杀了九毒。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力量。你不是总说要给玉儿幸福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你选择的机会：玉儿或者死。这有什么难选的？我选玉儿。成交。记住你说过的话。金窝，答应我，好好照顾我们的玉儿。
做到对你的承诺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将你的死迁怒在玉儿的身上。我对她严苛无情，只顾着训练她的武功。在她生病痛苦、伤心难过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。我甚至连抱都没有抱过几次。我没有给过他应有的快乐。我愧为人父，除了仇恨，我什么都没有给他。只可惜，人生不能够重来。我跟玉儿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既然我不能逼她在你和丁颖之间做选择，那么这个决定就由我来替她做。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的。妙一师伯要是知道你回来啊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丁大哥，我看你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心里面是不是还在担心玉姐姐啊？玉儿想要劝服绿袍罢手，不再与蜀山为敌，所以留在了阴风谷。但我也已经很久没有他的音讯了，我实在是担心，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功。放心吧，玉姐姐不会有事的。不过她愿意这么做，那就说明她一定很爱你。我真的很羡慕你们。青云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我知道当初在陶然居时做的决定，非常的草率，我辜负了你的心意。你就打我、骂我好了，就当出出气。你没有辜负我什么啊？在陶然居，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把它全部都忘记好了。我争不过玉姐姐的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她去争。因为我付出太多了，我不想你受伤。这些日子，我想明白了好多事。我心里的确很喜欢丁大哥，但是后来我们尝试在一起，你总是待我体贴入微，我反倒觉得没有像做朋友时的那般自在了。但是你和玉姐姐在一起，你们两个处处默契，形同一人。我突然间明白了，可能我的那种喜欢只是一种依赖，而玉姐姐对你的感情才是刻骨铭心的爱。那天在青城山的山洞，你选择与玉姐姐一同生死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这一切。因为只有心中深爱，才会选择和你心爱的人共同生死。与其三个人一起痛苦，还不如我做先退出的那个人吧。青云，咱们快点走吧。妙一师伯等了我们很久了，他已经好久都没有喝过酒了。
妙一师伯，我闻着这酒香啊，我就知道我的青云来看我了。真不知道你是想我还是惦记这口酒呢？哼，你看我给你带谁来了？弟子见过妙一师伯。臭小子，我早就知道你回来了。我心里盘算着你什么时候来看我，没曾想这么快，还算你有良心。弟子之前犯下的错，让师伯来为我承担，弟子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哎呀，臭小子，没有什么过意不去的。你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虽然清贫，但是怡然自得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平日在天门峰啊是杂事太多，现在是闲云野鹤的生活，我还求之不得呢。而且师傅每个月都会来看师伯的，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对，哎，为了这个呀，值得干一杯，来干一杯，干！臭小子，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了重伤，恢复的怎么样？谢谢师伯关心，已经没事了。来，我来替你把把脉。师伯，是不是丁大哥有什么事啊？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哎呀，师伯，你就别再卖关子了。丁大哥到底怎么了？臭小子，你这一路上是不是受了很多高人的指点呀？师伯说的没错，青云的娘亲，还有武当的掌门都传授我心法。这就对了，你现在是吸取了各门各派的内功精华，功力啊确实有长进。你这一路上自身呢，也净化了赤魂石，赤魂石已经慢慢的融入你的血脉。不过，现在依我看，你身上的魔性是越来越旺盛了。师伯说的没错，我的内伤虽然痊愈，但是我的赤魂石被血影刀激发之后愈发活跃。现在我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给压制住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那丁大哥岂不是会很辛苦？赤魂石魔性太深了，你越是想去强化它，它越会反噬你。如果能抵抗的话，你的武功就会突飞猛进；如果抵抗不了的话，就会前功尽弃，走火入魔呀。你越是想去强化它，它越会反噬你。如果能抵抗的话，你的武功就会突飞猛进；如果抵抗不了的话，就会前功尽弃，走火入魔呀。其实我这次回来，是想把血影刀还给掌门，然后再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把我体内的赤魂石拿出来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我就会离开。什么？你要离开？为什么啊？其实这半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江湖上面的纷争，我真的应付不了。我现在真的不想再成为众矢之的，只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，珍惜我想珍惜的人。可是你不是六星之子吗？这赤魂石哪有这么容易从你体内取出来啊？绿袍试过那么多次都没有成功，掌门又怎么会有办法呢？眼下有血影刀在，也许真的有成功的希望。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，我都不会放弃，因为这是我跟玉儿唯一的希望。那你可曾想过，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后果会怎样呢？哎呀，师伯，你就别乌鸦嘴了。如果换成是你和师傅两个人因为赤魂石而屡屡被拆散，你也会不开心的呀。丁大哥，我真心希望你和玉姐姐两个人能够白头偕老。至于要不要离开蜀山，
就由着你的心去选择。咱们有缘，一定会再相见的。缘分注定，我们肯定有重逢的机会。好了，人各有志，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也就不拦你了。待掌门出关之后，我会向他求情，我们一同从你的体内把赤魂石取出来。谢谢师伯。对了，我过去跟玉儿住的小屋是否还在？我想去看一下。伏魔谷那小屋还在，可以去。玉儿，我不会让你爹娘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。等我，我很快会来接你。还没死心啊？如果真的能放得下，让他离开的话，又怎么会有眼泪？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强装着笑脸，对丁大哥说我没事，我很好。可是我不是。我一直在骗他，我根本就不想他离开。爱上一个人真的很痛苦，明明知道那个人不属于自己，可是我的心真的很痛。丫头，这人世间的情爱呀，不能强求。有时候你努力过，不一定有结果，别太难过了啊。我以为我已经够努力了，可是比起玉姐姐，她可以为丁大哥付出一切，甚至背弃自己的爹。这是我做不到的。那天，丁大哥被大师兄打落山崖，我都不敢违抗大师兄的命令去救他。我觉得我身上太多的担子，师父对我的期望，蜀山的安危，天下苍生的太平，这些东西都令我不敢放手去爱。青儿，人这一生啊，总要有所选择的。你是个心怀大志的姑娘，也是个有担当的姑娘。是不是我和丁大哥本来就不是同路人呢？世间污浊作恶，每个人都得经历。痛苦和磨难原是正道，便是体会了，也不一定是解脱。看得破，却未必忍得过；忍得过，却又放不下；放不下，便是不自在。青儿，苦难并非乐事，但能者等闲视之。人生啊，本来就是苦中作乐，切莫长吁短叹，虚度年华。他俩本是缘分注定的一对儿，
你也有自己的使命，你就把它当作是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回忆吧。晴儿，放下。绿袍在信里说，血影刀是他们魔宗之物，是丁隐把它给偷了，令我们将丁隐和血影刀送还阴风谷。否则，他要攻打我们蜀山，不死不休。这根本就是个借口，他们分明就是想要丁大哥。荒唐！血影刀本来就是绿袍强抢夺走的，他现在竟然厚颜无耻，以此来要挟蜀山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我师弟，他的这种要求，我们无需理会。我们也不同意交出丁隐。蜀山弟子愿意与魔宗全力一战。稍安勿躁，我们蜀山是正道的领袖，行事为天下表率。就凭他们这些妖人片面之词的威胁，我们就害怕的话，那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吗？只不过现在掌门正在修复封印的关头，若是受到打扰的话，有可能会走火入魔。之前有掌门师兄坐镇，还无大碍。但要是绿袍真的打过来的话，丁隐，你是否能够带着血影刀全身而退呢？说的没错，是要想一个完全的办法，但不知师兄有何高见？我和你们一样，都不希望赤魂石还有这血影刀落在绿袍的手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在掌门还没有出关之前，必须要保护好血影刀，还有丁隐。这样吧，把这把血影刀先留在凌云峰的大殿，让弟子日夜守候，绝对不让任何人靠近他半步。那丁隐呢？他可是个大活人啊，难不成你要把他锁起来？伏魔谷乃是我们蜀山的禁地，绝对没人能靠近。眼下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丁隐，这几天就先委屈你了。丁大哥，这不就是软禁吗？事情总有利弊，丁隐，大局为重。师父，我不是不顾全大局，只是绿袍突然间有如此大的动作，就证明玉儿的劝说失败。我只是担心她的安全。事到如今，还是你的人身安全比较重要。暂时先委屈你几日，玉无心的事情，我会替你密切留意。弟子听从公孙师叔的安排。丁大哥，没事，只是关2天而已，你不用担心。反而你跟大师兄在外面要多留意。这里只能从外面发功，用秘法把它打开，普通人是进不来的。我会让弟子日夜守在门外。这几天就先委屈你了。您说外人无法进来，那就是说我也无法出去。师叔，您这个法子虽然说是防绿袍，为什么感觉好像是在防我一样？你想太多了，危急关头，这是权宜之计呀。没想到这次我把血影刀带回蜀山，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千万别这样说。绿袍这次宣战，就是冲着你而来的。我觉得你还是稍安勿躁，不要鲁莽行事，否则的话，就会中了绿袍他的奸计。您放心吧，这些道理我都明白。你能这样想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现在一切要以大局为重，这段时间就先委屈你了。我还有事情要去办，先走了。
只是关2天而已了，不用担心。反而你的大师兄在外面要多留意。青云，丁隐走前是不是交东西给你了？丁大哥把玉少交给我，他一定是想跟玉姐姐暗中联络。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奇怪，他也感觉到了。大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也摸不着头绪，但总觉得这一切都怪怪的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起初我也觉得奇怪，但后来又一想，公孙师叔这么做虽然有点过分，但的确是顾全大局之法。能联络上玉姑娘，探得一些魔宗的动静，也是好事。我去天芒峰看看，你留在这儿等消息吧。丁大哥如今能信的也只有我了，我断不会让他失望的。就是我的人了。恭迎宗主驾临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所有人马都已到齐，只听宗主一声令下，便可强攻。可有惊动蜀山？宗主放心，蜀山上下一片平静，相信没有惊动。现在诸葛玉我已经闭关，丁隐也被软禁。这场仗的先机是蜀山送给我的。不知宗主打算何时攻山？人在一天之中，最无防备的是什么时候？日月更迭，破晓之时。那你现在就去探个头阵，做好准备，杀蜀山一个措手不及。是，宗主。剑阵必须有人守着，每隔2个时辰换一班，而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。咱们天门峰是蜀山的喉舌，不容得有半点闪失。大家打起精神来，听到没有？是，师兄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辛苦了，师弟。非常时期还是小心点好。有什么状况？除了之前和亲师弟奉公孙师叔之命前来查看剑阵以外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检查剑阵？是这样的，大师兄，剑阵关闭一炷香的时间，再次开启，若无异样便可以了。以前师傅在的时候，每隔10天会来检查一次，但自从丁隐上山，公孙师叔怕魔宗有异动，每天都会派和亲师弟来和我们一起检查，已经10来天了。大师兄，怎么样？有回应吗？我等了好久都没有见到信哥。
大师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可能有大事要发生。张鑫师弟，剑阵交给你了，仔细看守，千万不能有所闪失。放心吧，师兄。青云，快回栖霞峰通知小儒师叔和紫英，提高警惕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。是。那大师兄你呢？我去看看丁隐。来。师傅，照您的吩咐，剑阵已经关闭了1炷香的时间，客人已经请上来了。若推断无误，今日掌门就将攻城，成功修复封印，让他耗费不少的心力。封印阵法那边，我已经加派人手，他们并没有什么疑虑。玉儿，不知道你现在情况到底如何？绿袍既然要进攻蜀山，会不会对你不利？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，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闪失。记着我们的约定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些事情实在想不通，只能来找你。其实我也觉得有些蹊跷，现在把我软禁起来，可能是准备跟绿袍大打一场。最奇怪的是，掌门现在还在闭关不出来，除非……看来我们的怀疑是一致的，有人想瞒天过海，将蜀山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难道大师兄指的是？现在还没有证据，不要妄下推断。我现在更担心蜀山内部的安危，一旦里面打起来，绿袍又从外面攻过来，无论如何我们都抵挡不住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外面的师弟们已经被我打晕，一时半会儿醒不来。趁这个机会，我们要去见掌门。只要掌门出关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在掌握之中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走吧。看来这次要对不起师弟们了。大师兄自从跟我做了朋友，就开始不守规矩了。哼，非常时期。朋友第一，规矩第二。掌门，我现在正在完成天域妖魔的封印，是最关键的时候，你俩替我护阵。
师傅，你们2个人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师傅，外面发生的事情您一点都不知道吗？什么事？拜见师伯。恶鬼阵，老头，这么久不见了，你的眼力没有退步。五鬼天王，上回让你跑了，这回可就没那么容易了，赶紧出来！谁收拾谁还不一定。拜见师伯。没事吧？啊，都没事吧？卑鄙！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。我五鬼天王走在这世上，玩弄的就是人心。住手！强弩之末，就没有说话的权利。各路神仙，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在蜀山受了很多年的苦。今天小爷我就把你们给放出来，跟我一起享尽人间繁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对绿袍劝说良多，没想到他还是没有回心转意。看来我和他之间的恩怨如千年寒冰，仍不能消解。掌门，绿袍狂妄，总有一天老天会收拾他。只是山中有人瞒着你做小动作，实在是不应该。我也在担心那山中人。你们怀疑他，可有证据？暂时还没有。只不过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，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公孙师叔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忙着封印，外面的事情，我是一无所知。不过，你们公孙师叔一向为人稳重，处处都以大局为重，虽有些极端，但道理上也并无不妥。你们若是怀疑他，一定要有证据，否则定会扰乱人心。是，师父。对了，血影刀在哪里？被公孙师叔封存在凌云峰那边。走，陪我去凌云峰。若是谁胆敢觊觎血影刀，我诸葛玉我绝不允许他再留在蜀山。难道是我错怪了公孙师叔？既然血影刀无事，丁隐、陈儿，你们就随我去天门峰巡视一番吧。师父，您看。糟了，伏魔谷的封印被破坏了。妙音师伯一直在那里坐镇，他岂不是很危险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破坏咒印
是绿袍攻上的第一步，魔宗的人马应该马上就到。丁爷，你带着血影刀和程儿速去伏魔谷支援妙一长老，待平定群魔后，再来天门峰支援我。是。宗主交代的任务，属下已经全部完成了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蜀山高高在上已太久，现在是把他们拉下神坛，尝尝炼狱是什么滋味的时候。教众听令，今日踏平蜀山，赶尽杀绝。是。接下来要怎么做，你应该明白。属下明白。绿袍，蜀山乃是千年圣地，岂容你来骚扰？叫诸葛玉我滚出来！公孙师叔，你来了。公孙无我，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，我要上山来见个故人，你的弟子也要来拦着我吗？你当初选择离开蜀山，你就是叛徒！众弟子听命，布阵。是。掌门，掌门，封印加固的如何？放心，一切尽在掌控。掌门，事出突然，来不及禀报，请掌门见谅。不必多说，以大局为重。诸葛玉我，别以为你躲在蜀山当个缩头乌龟，我就找不到你。师弟，你我的误会已经消除，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？误会消除，那是你自己说的。景我，个中缘由我已经和你解释得清清楚楚，你为何总是听不进去？我真的是在帮你。好，既然你在帮我，那交出丁银，恕难从命。张齐，领众弟子布剑阵。是。慢着，景我，既然你今天已经上山，那你我的恩怨就一并了结。生死有命，切莫伤及无辜。就由你我二人来一场单打独斗，如何？哼，你还真是仁慈。不过你既然想死，我就送你一程。蜀山是祖师爷千百年来创下的基业，我诸葛玉我绝不会让邪魔踏入一步。没想到你参悟了乾坤万剑，
有意思，我就要看看什么是所谓的正道。公孙师叔，咱们不能由着掌门这样拼下去啊！别着急，掌门是在给我们创造时机。你命众弟子时刻保持戒备。马元龙，丁隐，你是来陪我的吗？我早就说过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变得和我一模一样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降魔塔咒印一会，要是让里面的妖魔逃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外面这些东西我来对付，你快去降魔塔帮助妙一师伯。可是，快走！师伯，你没事吧？臭小子，你终于来了！要再不来，我可真撑不下去了。是谁给您下的毒？那个鬼天王，他利用守塔的那些弟子布了恶鬼阵，我一时疏忽着了他的道，他把这大半个咒印都给毁了。快，扶我起来！天门峰的警钟，可能是绿袍真的来攻打我们蜀山来了。看来蜀山这回是形势不妙啊！掌门已经去了天门峰迎敌，我先帮你把毒逼出来。来不及了，现在的咒印快撑不住了。这是降魔塔镇压的那些妖魔鬼怪，他们汇聚而成的元神。他们是互相争斗、吞噬而产生的。他体内具有千万妖邪之力。他现在感受到咒印被毁，想挣脱出来。那万一又被他们逃脱的话，不仅蜀山被毁，就是整个人间都会被荼毒。丁隐，我会用我毕生的功力将这副元神封住，我就没有其他的余力去对付那些逃脱的小鬼了。弟子明白，我一定尽全力帮师伯护法。我没事，撑得住。摆阵！小茹师叔，妙一师伯还在降魔塔里，丁隐已经去接应他了。他们二人合力，应该能够抵挡一阵。紫英，
青云，你们双剑合璧，斩除妖魔。师姐你，青云，动手！师姐，紫英，紫英。小宝，他是小宝。紫英，紫英，师姐，紫英，第二阵警钟了，3声长鸣，要求所有弟子前去支援。现在剑灵峰妖魔已除，陈二，你先送紫英回去，然后去天门峰支援掌门。我去降魔塔协助妙一。青云，你没事吧？师父，弟子仍有余力一战。那一切就拜托师叔了。好，妙一，你等着我。师伯，丁爷，紫青双剑的剑气已经消失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你要我怎么做？丁爷，我要让你用赤魂石之力，帮我将这个咒印送入降魔塔。不行，这样做师伯您会……没有关系，我撑得住。丁爷，动手吧。丁爷，动手。丁爷。